后来乡亲咱回头来看昨暝韩国瑜甲厦门的大雄做伙食饭，致辞的时阵是真感慨，讲这个高雄明明都有条件，会当变做全台湾上有钱的社区，煞来沉困30年，讲遮尔久的时间赚无钱，莫怪高雄市民笑袂出来。 干杯！我一年醉300天啊！高雄市长韩国瑜到中国拼经济，厦门大商协会邀请伊参加晚宴，甲大家博感情。这高雄20-30年睡觉实在是睡得太久，本来应该是全台湾最有钱、最有活力的城市高雄，现在搞得变成全台湾最穷的城市。 韩国瑜讲，这3个月，高雄市长发现高雄市民开始感觉我高雄人我骄傲，嘛感叹高雄明明有条件，正做全台上有钱的社区，即马说是负债上最社区。大家赚不到钱，这个怎么会笑得出来？当然笑不出来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啊！趁钱就趁无啊，是变哪用？ 这是韩国瑜倒来高雄了后，准备应战4月7就要去议会接受质询。有界民进党团甲时代力量会甲这质询的焦点放伫个国家主权、9二共识甲一中问题，就看自称是经济100分、政治0分的韩国瑜，是毋是当顺利接招？